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直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亲爱的上帝，恳求你作为我的主，在今日完全掌管我的生命。我们满心赞美你，来领受你的赐福，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得着祝福，也帮助我们能住在你里面。以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诗歌敬拜。今天的是在心灵21首，神啊，我要赞美你。接下来我们信仰宣言使徒信经，请大家站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多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大家可以坐下。接下来今天的起应文在我们的诗篇第29篇。上帝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上帝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
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洪水泛滥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接下来公祷，为大洋洲国家印尼祷告，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南教会祷告，台南卫理堂刘天惠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者、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为台湾水禽、告急旱象冲击民生观光产业的发展，恳求上帝格外施恩，使水禽恢复平稳。按照你的话，你的赐福就使台湾降下足够的雨水。接下来的主祷文在我们周报后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由我来攻读今天的经课。那今天的经课是在以书亚书6章1到8节及罗马书的8章12到17节。现在念的是以赛亚书6章1到8节。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从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那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看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接下来是罗马书的第8章12到17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再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上帝的灵所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仍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上帝的后世，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接下来是读经的部分。今天的读经是在申命记的31章1到9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必带他们，如同从前带他们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宏与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和同你同去的，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摩西招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们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恐。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的柜的祭司利末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接下来今天的正道，我们请到林志坚牧师来为我们正道。那题目是摩西之歌。弟兄姐妹们平安。在每一次我翻开任何一卷圣经的时候，我都会先告诉自己，这一卷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思想，所要给我们的呼吁，一定不是上帝凭空要先知这样子讲，而是先知听到上帝的给他的启示，也跟他当时代一群活生生的人实际生活上必须面对的问题有深深的关联。所以我会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摩西之歌。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9节的经文，就是摩西之歌做的一个背景。希望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能够来想，当时摩西这样子跟以色列百姓一再的交代，也要当时的那一些领袖怎么样去好好的督导这一些百姓。
我想有它的用意。那这样的用意能够用在我们当今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自己也常常在想，我的年龄也差不多要开始准备进入最后交代的阶段了，所以我特别能够去体会到当时摩西那一种急切的心情。我也在想，目前我们也在疫情3级警戒的环境之下，到底上帝借着环境，借着他的话语要告诉我们什么？我想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的，也请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再把家里的圣经拿来打开，保持在申命记31章、32章前后，因为这样子，我再等一下讲的时候，你们就可以顺手翻阅，就很容易的看到我所要用的经文。那如果你的圣经跟我一样是上下2节的话，那就请你翻开255页。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我们目前的境遇必定是主你所允许的，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境遇之下，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要怎么样有我们的意义，也能够感觉到在主你的带领之下，我们的人生走的都是通畅的，都是有价值的。主，我们如此向你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我们刚才的那个背景，就是摩西已经带领了以色列人渡过了红海，走过了旷野40年之久，一步一步的来到约旦河东，已经征服了2块土地，2个国家的土地，而这2个土地也分给了2支派班，然后他们准备要渡河。这个时候，摩西再一次把他所领受的写下来，而且怕百姓记不住，因为条例真的很不容易记住，他就把它写成一首诗。后来我们会看到，诗是容易记得多了，但是摩西进一步的把那个诗变成可以唱的歌，写了一首歌，就是32章。所以在这里，今天我就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摩西120岁，他头脑很清楚，他也确定耶稣亚要来接棒，所以他就这样子很仔细的写下来。32章我们中文总共翻译成43节，如果我们去看原来的，他们总共是分成5大段，每一段14句，只有第3段就是我们翻译的18到25节是12句，所以摩西之歌总共有68句。那我仔细的去把这68句体会，在那里跟现代的时代来连结。我在这里要跟弟兄姐妹分享3个重点。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认识唯一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所以摩西在诗歌中一开始他就呼天唤地一起来听，共同做见证，因为他的教导就像雨露甘霖，带来的是我们的生命。他赞美上帝公义又正直，对以色列人的带领是好像父母在带孩子一样，而不是一种权威式的上级带下属。
他是用一种慈爱带走父母。这也是摩西跟其他领袖截然不同的地方。摩西的带领模式也不像一般国王的带领模式。在这里我也想到，我们的信仰也是很独特的，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对上帝的惧怕，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上帝对我们的疼爱。上帝爱我们，这是我们很独特的。所以摩西在第7至第9节就推述历史，讲到以前，指出上帝是一个不改变的上帝，好像什么？好像磐石。当时的没有像现在有很多巨大的建筑物，可以把房子盖到很高很高。高雄就有85层大楼，没有那么大的建筑，所以当时最巨大的、最容易看的就是山、磐石。所以在这里，他就以这里要来见证上帝的不改变。其实一座山，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真的看不见它的改变。我就想起我所读的初中，当时叫高士七中，就是现在的鼓山国中。后面的那个寿山，当时就是重要的采石场。虽然这样子不停的采石，不停的制造水泥出来，但是当我最近去爬寿山去看的时候，我的感觉除了之前的那个石头断崖不见了以外，看起来整座山也好像没有什么改变。虽然已经挖了那么多的石头去做成水泥了，还是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他用这样子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然后我们在第31章第12节，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摩西要讲这些律法的时候，要他们召集他们的男女孩子，并城里聚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很特别的提出了每一个男的、每一个女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聚居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上帝并不仅仅是一个群体的上帝。如果我们窝在群体里面，会感觉到有一点事不关己。我们的上帝是属于你、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上帝，也是我们家族的上帝，是我们共同基督徒群体共同在跟随的上帝。所以我们必须在想，上帝属于个人，上帝属于我们。所以在这样的认知之下，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上帝是独一性的。所以我们在32章第39节这里就看到，你们如今要知道，唯有我是上帝，我以外别无上帝。我们的上帝是独尊性的。所以有人跟我讲过，基督教信仰很难传，最主要的障碍就在这里，因为我们讲我们独尊。其实我也跟问这样问题的弟兄姐妹分享过，这个独尊是一个事实，不是霸道。就像我们的父母也都是唯一的一样。所以这不是霸道，这是上帝告诉我们，这是他的本质，他就是这样。但愿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真理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你接受了这个真理，将影响你的这一生，将带领你走你的这一生。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开始接受教牧辅导的这一些训练的时候，当时有一群比较灵恩派的弟兄姐妹
就跟我讲啊，这一套不好，这一套都是讲人的道理，用人的道理来取代上帝的道理。我就跟他讲说，不对，我正好跟你相反，我是以神的道理为根本，然后应用这一些上帝所赐下来的智慧，把人的个性所整理出来的一个共同法则，来帮助我自己，帮助我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就发现很多人就因着这样子得到帮助。如果你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预设，你一直认为是用人的方式来取代上帝的方式的话，你就得不到这样的帮助。所以我在进行这么多年的教牧协谈里面，我也发现，一个人如果能够接受上帝是我们的神，我们要顺服他的情况之下，教牧协谈就能得到很大的利益，不然的话就很困难，非常的困难进行。所以我常常在想，目前的这种情况，如果不是上帝许可，疫情不会临到。疫情既然是神许可临到的，那你有没有在这里好好的去倾听疫情要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更加因着疫情，我们更加依靠这独一的神。第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让上帝失望，我们真的很让上帝失望。所以摩西在这里就写下来，一再的交代百姓，要让百姓认定耶和华是他们唯一的依靠。他一再这样的强调，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去反省自己：我怎么这么愚笨？我怎么这么愚昧？我经过了40年的带领，我现在还要去敬拜、参与当地的那些偶像崇拜吗？所以在这里，我们时常不能够专一的跟随上帝。其实目前我在体会我们弟兄姐妹的信仰，我也常常反省我自己的信仰，我也常常不小心的跟弟兄姐妹会一样，会去说：上帝，我跟你祈求了什么事情这么久了，怎么都没有兑现？我也常常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境。如果我躲在这样的困境底下，我会怀疑上帝，你为什么这样？但是当我一进入的时候，感谢主，圣灵很快就提醒我，不对，转做我们的焦点，专注在独一的上帝身上，知道他是我的上帝。既然是我的上帝，爱我的上帝，独一的上帝，他给我的没有不好的，所以我这样子就能够好好的跟随这样的一个真神。就像第11节这里讲到，他说摩西就用老鹰照顾小鹰的这样的整个比喻来告诉以色列百姓。有时候老鹰为了让小鹰学飞，会把小鹰推出巢外，让它跌下去，然后再飞到它下面，把它承载上来，让它学拍翅膀会飞。有时候上帝就是这样的，让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来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力量，而我们不要在我们顺境的时候就忘记了。我们也常常不想好好的去认识上帝，而只是想跟上帝说：我要什么你给我就好了嘛，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功课？我想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就会深深体会到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就是要看着孩子去失败，让孩子去学习，这样子孩子才会进步。所以我就发现我们在信仰上
常常不想认识上帝，常常不想更新我们自己的生命，只想说：上帝啊，如果你能够现在就立刻满足我，多好！像很多个案都祈求说，有没有什么方法，我的这些困难就马上消失？我都跟他讲，很困难。你的这一个目前的困境是多久的时间累积过来的？现在如果你能够用一半的时间、1/3的时间把它解决掉，那当中有多少上帝的恩典在？可是我们却常常没有这样的耐心，只祈求上帝说，能不能一夜之间，我的困难统统过去了，我一切都转好了。所以不想好好的去认识上帝，不想慢慢的去更新自己的生命，只想能够马上达到。我想这个是我们共同要自我去反省的。就像我们目前也不能够期待疫情在我睡一觉第2天全世界上都过去，我们必须面对着疫情怎么让我们把它制造一个不对的环境之下出来了，我们也必须慢慢的去把不对的环境改变回来。所以我们必须这样的在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在想，当时我们如果在读旧约，会感觉到那些以色列人好笨，为什么就这样不知道上帝的全能？其实有时候想想，我不见得比当时的以色列人高明，我甚至于比他更笨，我比他更愚昧，更看不见上帝。所以上帝这样子讲，以色列人，你们已不是上帝的假神来惹怒我，所以上帝也让不是子民的外邦人来教训属他的子民，在第23到25节这里。所以我就想到，我们现在的人都自我中心，跟人紧密的连结，大家尽量连结在一起，我要的马上就能实现，心中渐渐的把上帝忘记了，把上帝丢到后面去了，甚至于把上帝变成我们的装饰品而已。而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会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期待，上帝像我们的提款机，我需要的时候去提款就有。上帝就像一个贩卖机，我需要什么，投多少钱进去，按一个钮，啪啪啪跳出来我要的。我们却把上帝简化成提款机，简化成贩卖机。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这里体会到自己，我们的生命已经走到让上帝失望的境界。在创世纪，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按照他的本相来造人，而我们呢，却完全没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让上帝完全的失望。但愿今天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去想到，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当作主宰。当我们慢慢的跟我们的神的关系去恢复了以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跟外在的状况也会越来越好。这个疫情的情况也会随着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进展，我们也会慢慢的过去。第三，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要有认识上帝的智慧。认识上帝的智慧，并不是我们用我们一般科学的分析的逻辑的来认识上帝，而是我们必须学会从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经验、我们整个的过程当中来体会到我们刚才所强调的，上帝是不改变的，是个人的，是我们整体的，是唯一的上帝。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得到对上帝的认识，而很难像化学一样 ，A 加 B 会产生 C， 这个东西加那个东西一定会产生另外一个东西出来，我做得出来，你也做得出来。而人的经验，你就会发现，你这么做得到这样的结果，他也这么做，但是他不一定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们跟上帝之间就必须用这样的经历来好好的想，所以我们能够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回转我们的心，去接受上帝我们所准备的。就像说，上帝的救赎是白白赐给我们，多少人会想，哎呀，我都没有付出，我怎么值得去接受上帝的恩典？已经被功德主义整个框住了，认为我没有任何的付出，我不配接受上帝为我预备的恩典。弟兄姐妹，这是魔鬼的诡计。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子迷迷糊糊的被骗，我们必须从经历中来了解我们的神。或许我的经历不足，我可以看一看我周遭弟兄姐妹的经历，我可以看一些信仰伟人的经历，我可以借助别人的经历，我自己的经历，我们来经历这样的上帝。这个才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很要的一个自私。我常常在想，上帝何等的迁就我们的有限，所以必须透过经验让我们来认识上帝。所以有时候上帝甚至于为了让我们经历到他要告诉我们的，他自己打脸，自己把自己预备好的计划都割下来了。所以圣经有时候会翻译到上帝后悔。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去体会，我所信的神怎么是一个会后悔的上帝呢？我慢慢的去体会到，原来上帝不是后悔，而是上帝为了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他，他不惜自己打脸，自己把自己已经定下的要做的事情暂时停摆在那里，暂时不要做。所以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本来上帝说要毁灭所多玛俄摩拉，这一个例子摩西也引用出来了，在他做的诗歌里面也引用了，告诉以色列人，这些是你们亲自经历过的。当时亚伯拉罕为他们祈求，上帝都答应，50个义人我可以不灭，减到10个义人，上帝说我也可以不消灭。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为了漂亮，用了很多的词，什么不要、不毁灭、不做，其实在原文里面都是一个字：毁灭，毁灭。所以我发现说，上帝竟然愿意让亚伯拉罕去体会到人的不完全，他愿意毁灭自己的预定的毁灭。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想想，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上帝面前有悔改的心？上帝愿意这样的忍耐等待我们，而我们一直不悔改。所以在这里我就想到保罗提醒我们的话，记在彼得后，这是彼得提醒我们的，在彼得后书3章8至9节，这里我们看经文啊，在这一个彼得后书3章8至9节这里，主看一日如
千年，千年如一日。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人人多悔改。彼得跟随主那么久，很清楚，就点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们人常常因着这样子，就轻忽了，感觉到上帝无所谓。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我们，他在罗马书2章3至6节，这里就这样的提醒我们说：你这人啊，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还是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我们常常看到上帝本来要惩罚人，却停止了，没有做，我们就以为无所谓，而不晓得这是上帝的一再的宽容。我们都知道，容许我们悔改的这一个门，一定有关闭的时候。或许你要说，摩西当时讲到现在3500年了，不会啦，不会啦，遥遥无期，或者是根本就不会关闭。我说，这个都是恶者给我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以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来想想看，当你计划好，哇，我要搭火车，高高兴兴的跟家人出去玩，你会想到普悠玛忽然之间就出事吗？你会想到火车，我母亲节我要回东部去看母亲，结果竟然有一辆卡车停在那里让火车撞吗？像这样子的没办法预料到的事，弟兄姐妹，你敢想明天会如何吗？我们必须把握我们还能悔改的时候。像我之前就认为我这段时间比较空，我的左手的大拇指一直很痛，做了几年的复健没办法做好，医生就建议我说没有关系，把它整修一下，打个石膏，一段时间就好了。怎么会知道我石膏弄上去的那一段时间，疫情突发了？感谢主，还让我能够顺利的把石膏拆除，不然的话，我今天就要带着石膏来跟弟兄姐妹见面。所以，真的，我的人生经历让我感觉到，我真的不敢说我明天会如何，我不能够计划我要怎么样，真的要如雅各书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神若许可，我明天可做什么？我想这一个是我们很该有的一个态度。神若许可，我们必须在这里学习这样的知识，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把握我们的机会，服在上帝的全能之下，让我们的人生的种种经历，或顺或逆，我们都能够在其中看见上帝所做的全能，让疫情成为我们的帮助。因着疫情，我们更认识我何等有限，我能做什么？我们更愿意服在上帝的手下，在那里赞美上帝说：感谢主，大水患难之时，上帝坐着为王。如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真的是我们的上帝随时都坐着为王。我们不要再这样的执意着用自己的想法。你看我们最近疫情的破口的突出，都是一些少数的人认为这跟我没关，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当他一这么做，就把这个疫情产生一个破口，啪，一下子带到某一个县市去，带到哪里去？
当然，现在我们不是在责怪那一些带领的把病毒带到出去的人，而是我们借着这件事情，我们要去想，我们要不要这样子任意而为？我们应该要学习服在上帝的全能之下。国家整个有疫情的管控的规定，我们也就按照这样的规定，不要去冒犯，不要以为跟我无关。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帮助把这整个疫情控制下来。我们要知道，另外圣经也给我们警告，如果你一直不愿意顺服下来，任意按照你所想的去做的话，会怎么样？在希伯来书6章4到6节里面告诉我们，论到那一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刚才讲我们悔改的机会会过去。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不及时把握，我们就没有后悔的机会。我们如果不好好的服在上帝的全能之下，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没有回头的机会。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刚才强调的，从经验中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坚定依靠爱我们的上帝，从以往种种的事情来学会。所以我深深的体会到，《申命记》32章摩西所做的这一篇诗歌，这一篇歌，并不是在告诉你们说，你们不听我这个老人之言，你们必定吃亏在眼前，不是这样的老调。他不是恨铁不成钢做这样的咒诅，而他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你们救命的锦囊妙计。他把这一段一直强调，我们要依靠这唯一的神，这才是我们要面对万事万物的锦囊妙计。我们人生的境遇必定有顺有逆，不管顺境，不管逆境，我们都要学习依靠爱我们的神。这个是我们由众多经验里面所得到的结论。所以诗人把他所感知的告诉我们，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记在诗篇118篇第1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就是可以坚定的依靠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带领之下，我不管走得如何，我就是坚定的依靠下去。所以在摩西把这一首诗要做结论之后，写了一句话，圣经里面写了一句话，44节，摩西和嫩的儿子耶稣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你有没有发现，摩西在把这一切话说给百姓听的时候，嫩的儿子耶稣亚跟他同样在场。在座的弟兄姐妹，我这样子在讲，你们是跟我在场。我要问现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也在场吗？你也听了吗？你愿意就这样子坚定的依靠爱我们的神吗？知道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所给我的是顺是逆，我都愿意顺服，我都愿意称谢吗？你能这样子这样的走我们的人生吗？
我也很担心我自己的儿女能不能像我这样的持守，有这样的锦囊妙计放在身上。当人生难免要遇到一些困难，就有方法可以去突破，就是依靠上帝的带领。所以我也常常在想，但愿我们每个人的信仰，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是紧密在一起的一个故事。信仰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但愿我们的故事都跟上帝救我们这样的宏大的故事有所连结，使我们的人生充满了上帝要给我们的意义，充满了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但愿我们能够如此。当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忽然有一首诗歌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就是爱主更深。当时我就在想，哇，因为我知道这首诗歌是什么情况之下写的，会唱的弟兄姐妹许多，但是我相信不见得每个人知道他是怎么做的。这一首歌词的写作者是伊丽莎白·佩森师母。他在写这一首诗歌的时候，他的遭遇是什么？当时1856年，他肚子里怀着老三。那当时的环境有疫情，他的老二染疫过世，他悲伤过度，肚子里影响到肚子里的这个老三也就堕胎了，就流产了。所以他同时失掉老二跟老三。你想做一个妈妈的心情多难过。而在那个时候，她的丈夫乔治牧师满了爱怜跟伤感，又很坚定的去安慰她说，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应该要爱我们的神，更要知道上帝爱我们自身。所以在这样的丈夫的陪伴之下，她度过了这样的悲伤，开始写下了这一首诗歌，总共有4段。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读第1段、第3段给大家听。第1段这么写着：我深愿切爱主，比前更深。我今俯伏祈求，愿主垂听。下一页。何时低头深思，从此专诚爱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痛苦如同使者有他使命，让他完成工作，和我同生。唱得更美更真，我也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爱主更深。弟兄姐妹能够吗？但愿我们目前在这个疫情之下，也让疫情完成它的使命，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主更深，也因着我们的认识更深，我们也能够爱主更深。但愿我们都能够这样子。当时摩西之歌帮助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以后，初期那一段在迦南地的生活。但愿我们也因着今天这样子跟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也更能够在疫情之下坚定的依靠上帝，永远跟上帝站在同一边。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的恩主，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实在是无知，在你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心志，依靠你，请听你给我们的指示，让我们在这样子疫情的情况之下，让我们的心得稳定，让我们的力量得坚持，让我们彼此的关怀，
更加真诚、更加深度，让我们更加体会到你爱我们之下，我们彼此相爱。不因着时空的限制之下，我们的心灵感觉到彷徨，我们因着归向上帝，我们就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过我们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就能够更多的爱你，我们的时空也就因此不受限制。主，我们如此向你祈求，如此向你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谢谢牧师的正道。那今天的金句背诵在诗篇第118篇第1节，在诗篇的第118篇第1节。那我这边会念2次。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18篇第1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18篇第1节。接下来是我们的回应奉献、回应诗歌。那回应诗歌在心灵良诗404首，歌名为《感谢耶稣》。欢迎弟兄姐妹使用转账或汇款的方式来奉献，那务必以记名的方式汇款。若无记名的话，皆以主之名作账，年底可能就没办法开立奉献的收据。接下来是奉献诗歌，向主献陈歌。接下来在疫情当中的话，请大家在电话或者是 LINE 上、网络上彼此问候，关心对方。那这边报告一下这个教会消息。今日为圣三一主日，欢迎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那教会目前暂停实体聚会，除主日线上崇拜以外，另有周4的查经祷告会、周5的旧约导论，都可以借由线上直播，不管是 Facebook 或者是 YouTube 的方式来传达讯息。周间各小组可以使用线上小组聚会，达到灵修及问安守望。那今天谢谢
林志坚牧师的信息分享，求主保守志坚牧师家庭及身体的平安。高雄区的牧者联合拍摄了《因为爱你》每日灵粮的灵修短片，每日5分钟分享信息，带领灵修。欢迎各小组及弟兄参与这个灵修信息及收看。那教会原本预计在7月举办的儿童品格营的话，到时候是否停办将于6月公布。那制服艺人学院未完成的堂数因疫情持续，决定展延，择日通知复课时。那6月12的结业式也先取消，盼望各班老师班长在群组中多关心学员。那教会第2阶段的5到8月的爱读经计划，有意愿者可以在群组中向小组长报名。那肢体消息的话，就是请大家为弟兄姐妹在疫情下工作能够平安稳定，身体健康，能够减少被疫情的影响来做祷告。接下来3一颂。接下来，我们请林牧师为我们祝福。线上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低头来接受由神而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个教会暂时暂停开放之中，如果有什么病痛忧伤的，也可以跟我们教会联络，牧师会再为您祷告。谢谢。